各位同學，大家好啊！等我嚟解答一下呢2025年第4個選修單元醫學物理學嘅第7題選擇題啊。電腦斷層造影即係 CT 啦，我哋知道 CT scan 啦，就係掃描期間呢，環繞病人呢旋轉 X 射線呢，管發出射出嘅 X 射線嘅，同時並以探測器收集 X 射線透過病人嘅強度嘅。OK， 我哋可以知道啦，咁啊病人呢好似進入一個管道咁樣嘅，咁嗰個 X 光呢，其實就嗰個儀器呢，就一邊呢就係發射，一邊呢就係接收嘅。咁病人呢就喺呢一個嘅即係瞓喺呢一張床嗰度啦。OK， 病人就瞓喺呢張床度啦。咁而咧呢一個接收器同埋嗰個發射器同埋嗰個接收器呢，就不停咁喺呢一個病人嘅360度咁樣環繞佢，咁去收集佢嗰個嘅數據嘅。OK， 咁就其實就射 X 光啫，不過係照咗好多張不同角度嘅 X 光片，從而咧用數據嘅數碼嘅方式咧收集數據，就揾翻佢嗰個嘅 3D 嘅圖出嚟啦，咁樣嘅。OK， 好，問你以下邊一個係正確嘅排序啊？即係佢得出嗰個我哋審視得到一個 3D 嘅一個CT scan 嘅一個影像出嚟係點做嘅呢？咁樣好，咁啊第一個步驟應該點做呢？咁當然就係把透射個病人嘅 X 光咧轉換成數碼嘅數據先。OK， 即係明明係照 X 光片嘅，但係咧我哋就將佢化成一啲數碼數據，即係譬如黑色係1 OK， 咁啊白色係0咁樣，咁我哋就將佢一個畫面咧變成一啲101010嘅一啲嘅數碼數據。好啦，咁跟住之後咧就會將嗰個數碼數據咧 OK，就將佢咧處理得宜咧，就知道嗰個衰減數據啦。即係我頭先都講咗啦，即係佢本來咧就係 X 光片嚟嘅啫，但係咧我哋將嗰張 X 光片咧拆咗好多嘅份數，跟住之後咧，從而咧就揾佢嗰個嘅黑白嘅對比程度咧，就化翻做嗰個數據啦。OK， 衰減嘅數據啦。好，咁跟住之後咧，就將嗰個衰減嘅數據咧，就輸入到至重構算法系統，即係話咧，我哋由於咧佢收集到不同嘅 X 光、不同嘅位置、不同嘅 X 光片，佢嘅數據啊嘛，101010嗰啲啊嘛，即係黑色嘅 OK，即係呢一張片咁啊。譬如呢一度見得到佢咧係1、0、1、0、1、0、1、0、1、0咁樣。好啦，咁跟住之後咧，呢一個只不過係其中一個方位啫嘛。咁佢仲要加埋其他不同嘅方位，可能打側咗嘅方位啊咁樣。咁我哋咧就用呢一個方式咧，用重構嘅算法去系統去計算啦。咁即係話要用到電腦噶啦嚇，一定要用到 computer 去做噶啦。好啦，重構而成嘅影像咧喺數碼上邊咧就顯示翻出嚟，最尾咧就可供審視嘅。即係你嗰啲101010嗰啲唔會係見得到噶嘛。咁我哋要點樣去可以用人類嘅眼睛去見得到呢？就係將佢擺翻去一個熒光幕度，嗰個咁嘅即係 3D 嘅一個效果就可以供人類去審視啦。OK， 所以答案就會係 D。呢一年咧揀 D 嘅同學仔咧就81%嘅，咁都相當多同學仔知道呢個咁樣嘅程序啦。咁所以咧呢一題亦都唔會再出㗎啦。不過我哋咧就將呢個咧就擺咗入去我哋電腦造型 CT 嘅期間，我哋嘅步驟係點樣呢？咁我好可能會出翻一個 CT 嘅步驟，用短問題嘅形式問翻同學仔喎。OK，咁啊同學仔要留意咯喎。好，同學仔加油啊！拜拜。